禮拜六冇節目，一人在家中感到局促。唔知係咪因為太多人咁諗？今年教會開始做到約溪，即係周六會。呢個聚會響周六傍晚舉行，每月一次，主要為10幾20歲嘅後生仔女而設。首先聚會以一首現代敬拜詩歌開始，然後每次都有一位嘉賓分享，同後生仔傾下偈。之後我哋就會開餐，每個月嘅嘢食都唔同。今晚嘅主題係炒飯，所以我哋準備咗唔同款式嘅炒飯，兼且有牧師親自製作嘅限量版自家製出品。每一粒米飯都係嚟自名古屋大師級炒飯工場嘅手工之作。我哋圍內識食嘅肢體都稱之為牧師炒飯，大碟夾好食，鄰近 JR 站，交通方便。邊食邊傾偈，面面對對，自然有更多話題。就係咁，歡樂嘅時光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，期待下次嘅羅約溪。究竟到時又會有咩食呢？本集完。